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客家之美要怎么样才能够近距离的体验呢？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特别规划了不一样的专题形态，我们要带您到客庄住一晚，感受不一样的客庄文化。这一集透过镜头，我们带您深入的是苗栗狮潭。在狮潭这里的民宿非常的有客家味，不但呢是用花布来装点，同时有特制的客家蛋饼，夜晚还有客家八音演奏会，在这里住一晚，收获满满。苗栗狮潭的好风光尽收眼底，想要好好享受静谧，一定要在客庄住一晚。客家妈妈陈东兰用花布装点，简单的风格要让游客有家的感觉。这边的风景非常的好，你看外面的那个视野非常的广阔，有山哈。除了群山峦叠，还有果树以及油桐花的围绕。那个就是油桐子，在油桐花开的时候，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幅画在那里。住在这里总能远离尘嚣，很幸福。休息够了，只要预约，客家妈妈的手艺你也能品尝到。贵州笋呢，后出是懂车，你吃不完盛产的时候，生唔开的时间，有时候在塞管哈。狮潭名产桂竹笋是自己栽种的，品质挂保证。加点肉丝、辣椒，道地的客庄美味，经过陈妈妈的巧手，一道接着一道上菜喽。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端上桌，游客总是能吃得津津有味。在星空下吃饭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吹吹打打，音乐响起，住民宿连夜晚都有娱性节目。客家八音班在这里练习，也在这里表演。民宿主人也是八音的爱好者，与大自然共谱美丽乐章，这样的演奏会让游客听得入神。美妙的夜晚还有虫鸣鸟叫的陪伴，让游客一觉到天亮。而早餐也很有特色。早上6点钟，陈东兰已经替大家准备好早餐，有热有软，就吃起来会很 Q。与众不同的客家蛋饼，这是民宿的独家创意。这就是我们的客家蛋饼，非常的 Q， 非常的好吃。来，我们的客家蛋饼来啦！客家蛋饼来。他把客家米食变成了蛋饼，又香又 Q， 口感独一无二。这样子啊？那我就是不会推的。对，很简单。对啊。为了让大家有充实的一天，民宿主人还自制铜碗，让游客玩得很过瘾。小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，童心未泯的老板总是带着住房的旅客度过愉快的假期。桂花香、油桐美、狮潭氛围引人入胜，星空下桂竹笋的口感让客家菜更诱人。一旁铜碗已经在招手，儿时回忆涌现客庄，住一晚珍藏感动时刻。